姨娘安康。二小姐好，五小姐好，我去给你们沏杯茶去。二姐，五姐，十一妹妹，好长时间没见了。呀，你这房间里的陈设，比我们房间里的都好多了，看得姐姐好生羡慕。这有什么好羡慕的？母亲为你选的如意郎君，才值得让人羡慕吧？妹妹恭喜姐姐娶到好人家，只是不知是谁家的公子这么有福气。哎呀，哪里，不是高门子弟，是大哥在国子监的同窗。不过他为人谦和，待我很好的。十一妹妹，只要你好好听话，家中自然也会给你物色个好人家的，知道了吗？哎呀，你这屋中啊，陈设虽新，但却欠缺了雅气。啊，姐姐啊，给你写了幅字，让冬青拿去给你挂上吧。谢谢姐姐挂念，妹妹在此谢过了。舟车劳顿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啊，明日啊，别忘了给母亲请安。是。那我也先走啦。小姐，你瞧她那个神气的样子，搞得像这个家除了大太太就她最大意。好啦，何必跟她一般见识？我就是看不惯她那副小人得势的嘴脸。小姐，这幅字儿是什么意思呀？墙上芦苇，头重脚轻，根底浅；山中竹笋，嘴尖皮厚，腹中空。好呀，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，我现在就给他烧了，气死他！好啦，哪儿来那么大火气？快，把这个收好，别落人口实啊！哎，人呢？都走了？怎么了，十一娘？二姐虽然之前与我不算亲厚，但也不会像今日这般嚣张，不留情面。难不成咱们这次回来，真的是有蹊跷？我会利用明日请安，尽快弄清楚，否则会尽失先机，处处受制。